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地杯有2500亿元为建设水资源，其中有200亿元为替乌海东岸季节做调水潭人工湖。乌海体内呢，替中部态度海东岸以上调水潭人工湖一天天替草屯镇，差不多有新竹宝义水库案发到。今年3月的公堂会开说的，3轮5月底开业乡议架构尝试，采地农民有一定反对，环保团体们质疑有必要整肃下。2年前，高雄73名农民中放起来抗争，水美屯及用人工湖开发案动下来的，南投民众们受骗呢，是做的一个调水潭人工湖，恐怕会变作14兰河样2.0。水路送去中华园林的限制3种开流本南投，不过当的下来无，现时机会唔大。问题是中部地区是要按道的水库也算人工湖下，园林富山水库限体吨水，清水海已经走了的，调水潭会是中部那一只生态设施下。今日的专题，我们分配对做好的14样，造成下届的生态危机，还个能做个好的富山水库。特别可能会做嘅调水潭来讨论中部嘅水资源分配。首先，我们对调水潭嘅故事讲起始。一规太片呢，可能过去强悠悠的天球土壤，可唔到半期天线盾呢。不过每目经常无数，嘅调水潭人工湖的一天天，再过1-2年，木主头前也200公顷，天球安江风景做模特嘞。你讲无出乱乱，40日变判，无当初40日都爱割的，你忙好割。喺到南投县草屯镇北市南的花苗场，去到天球巷做事，做个话诶，天球巷还有条事要做，像我绑铁派嘅一条，佢今年79岁，还讲嘅4甲天，花苗场加速係2次移民，佢本来係苗啲头款人。晒来晒去，晒到草屯也农业起来落脚。插错啦，绑hết啦，无几粒籽啊、结籽啊，喊摆大田落去啊，佢都见生见多啦。你看多都爱绑hết啦，都无限好来绑。第一摆啲头款办下来去种疗乡。别种料，这别种料大样搬出来，大80多年就搬出来2袋耕田，耕年37年田，一样嘅头摆。日本忙光复时间嘛，19年，一样嘅。这做生意的哟。花苗场3样机嘅就同加粗历史讲台，同日本书嘅家下反往年来到也行去做天咯。因为政府刚才有起点政策，公体放2本季，故所佢对天农之体变作土地所有权人，也讲足超过60年。80岁仔对你太准传播，规片的嘛嘿，水都安钱嘛，你咩都很甜，要开工啊啲7球田，本啊变到剩3球田，客家人精神较好，硬做开田开太球啊样嘅。你天什么没政府人啊讲啊，即个讲啊你嘛。对后生人来讲，唔知乜嘅係80歲仔，不過對佢來講，係老是杜康填表唔睇咧。民國50年代，烏海河壩順係忙逐步家下，係講太歲來講，佢做自家整體，當冇簡單同土地保留下來，做得全部子孫呢。今年又有新的危機，10個年前，談講調水潭人工湖我都也開，下後陸續看到有車輛同監家人員來去。我冇叫佢做乜嘅，而家冇啦，冇車輛教啊現啦，像車輛判斷嘅車輛，你地政事務所嘅車輛嘛，人哋是冇問題啦，
其他唔讲爱做人工湖测量的啦，伊无啊，终点其实做起点突出的啦。面积动发的人工湖开发案，发苗球当时按江田桥做部人工湖木体嘞，实际上认真种花天气，长期出地下水出到太多，使至到地层建立。考虑到有害河坝水安足，又无马用到，水利署早到民国92年就规划嘅吊水潭人工湖计划，同有害东岸季节咧养蜂桥下大概600公尺嘅蔬菜作比较，再个同水透到人工湖上去。人工湖走地铁嘅高大，规划开70户，总工程经费大概220亿元。今年还进一步连入嘅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嘅水资源建设。目前我们鸟水潭规划大概在113年可以完成这个计划，完成那个工程的一个施作。那完成之后，其实在这个设计阶段，我们都只有跟当地的 NGO 或者说跟百姓做一些沟通。那对将来以后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我们有稍微做一个都会有多少有一个初步的沟通。我想说，这个鸟水潭完成之后，那边一定会是相当一个美丽的一个湖面。水利署同草屯开吊水潭人工湖证书险于加缴说明费，同满几度抗议拍布条下几项，受骗的农民上菜发言讲法，吊水潭人工湖1天梯范围有284公顷，差唔多新竹保年水库案发，其中含有165公顷案多係采天农民户卡冇做一田。台湾头把头开水库冇做人工湖，自从芒实证书按多4年的天，采天里长林武顺讲出他家新冠投对法。当时如果用那个公告地价的话，征收，大家都没有意见。市价征收的话，这个对我们地方非常的不利，因为这个人工湖湖区总共有200多家，那被框死了13年。那个土地买卖呢，一直都是可以说没有买卖，有买卖的是大部分都是家庭的经济发生了问题。你起码啦，你能征收之后的这个价格，它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一样买，比如说1分地也可以买1分地，或者好，你这边给征收1分地，我到那边可以买一个8里地，减少一点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是差得太大，上面就是就是1000万，那你征收不到500万。草屯镇长冯明浩每80厘米，竟记得同民国50年代，因证有害河坝面突发，出得中央政府出钱作补，地方要出批下款，连农民都要出钱。补助后诶，差唔多做人工湖1天梯嘅范围，也规片嘅田同农业时代做得讲係当皮当好嘅田橋。因为这个地方呢，土地非常肥沃，种什么作物都很好。其实那边的1分地，的价格呢，可以来买草屯的店面1间。那时候有一些人呢，虽然是农民，但是他们钱不够，没办法买，就买到太平或者大理，因为时代的变迁，那一边呢就变成住宅区、工业区，哇，可以说比这边增值了好几百倍哈。长期关心环保团体，当时吊水潭人工湖带来生态变化或动态，迄讲田边木态就潜在了耶。前面老实讲，我也不知道了哈。但是差不多到民国99年、100年那时候，他正式要推出要送到环评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晓得哈。那这边都是有2个农地哈，284公顷，你征收完之后，这些农民以后要怎么去生存，会是一个大问题哈。那么这是我没有办法去认同的地方。中丰年係总埔一出名嘅医生，佢對特擺太細環評就注意到佢，佢正義係有害河壩水安足，所同佢處理較倡議到嘅，根本唔是證書200公頃按多嘅田橋。你可以把烏溪的水直接看要送到彰化哪個地區如果說是要做一個彰化一個淨水廠總淨水廠的話，你直接送到那邊應該就可以哈。那麼這邊徵收如果說有10公頃的話，我想應該都夠了哈。清關鍵問題就係池水比頭，係講河壩水被割走，本單意是有害來固生相關的生態，一難唔會被影響到。依照規劃的話，它是要做一個
横截整个河面的这种南河堰。那么这种做了之后，一定会产生上边淤积、下边掏空的问题啊。那在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灌溉取水堰，就是北投新郡的灌溉取水堰，不要再重新规划浪费钱。水利署讲法係為咗確保水源暢利，對北投取水經過大面積人工湖來比填腳，才唔會影響到囤水同送水能力。南河堰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抬高水位，然后我们要取用水，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地的一个地势、一个地形环境适合的环境，我们才会去做那个施设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从北投新郡的话，可能当初我想我们也是有考虑过，可是那个地点经过我们考虑之后，那个是没有像我们现在取用现在设堰的那个南河堰的位置那么恰当。南投舊年嘅大體塘損害一定嚴重嘅災區，主頭吊水潭人工湖一天天下擺，有一條矮寮斷層，驗證這樣是體塘，是知道農用套路比同到高高大大，農民行較少，係講落入開人工湖算來安全。這塊小小的落差哈，可能一般人都沒有去注意到哈，這個就是921地震之後那個矮寮斷層留下的印記。哦，不要小看它，因為它在這裡曾經造成很大的傷害。我這人無哪食，我嘛不定啊跳水去啦，對無？啊，阮哋講個伊攏無得信道了，啊，無你著愛規劃一個像咱大陸要做一個水庫，對無？你人伊個著規劃一個，迄個好人好規劃好，才去做水庫。比大陸較惡一了，可憐了，啊那叫做民主咯。除咗土地徵收問題，韓國農民冇得填橋，因為冇得農保資格，同人工湖一天體行，還有現出戶嘅安置，文廟省府卡做其中一戶，認證徵收體價較大，冇個要求嘅，係講細則絕對買唔準，同樣有山有水，又有田安好嘅環境。我是鐵也出世嘛，就以前阿公都也那人白天做，還有本來都我爸爸咪種鐵也位，農民都做田，也目前就田權的都攏是以前阿公讓我爸爸經做啊。在湖區裡面，目前還住了13戶，因為房子老舊了，補償的金額一定不會高。第二個，地價也是不高，你這錢給他。他以後何去何從？他要再買的話，不可能。要去住哪裡？沒地方住，非常現實的生活問題。人工湖蓋的，這個事情已經凸顯出來。文廟省家畜面對新竹賽過來2次移民，以免去路頭擺土地有幾強幾好嘅都唔判得。認證現出戶唔多，佢證明政府做嘛冇辦法抽地安置咯。唔是講安居樂業嘅，連基本嘅基礎正義都做唔到。個生態物嘅攏真好，以前就像可能阿爸阿公家咱因了去做田啦那掃草物嘅做個款嘅做嘅啦咱就感覺真歡喜用干業些都又教出來，我希望講說能夠就地安置啦，因為咱大家裡頭有感情嘅。伊也講，伊推落背些攏推冇個虧時落用嘅伊物嘅事情攏真難用嘅啦。照水利署規劃，吊水潭人工湖會照本單地面構圖，為到頓遊大概1450萬立方公尺按多水，無數也填橋，天初亦較沉到嘅，少係幾廿公尺嘅，到拋幾廿10公尺，農民同環保團體爭議。喊白也起來按多奶，生了再起奶咯。幾多粒奶肉茶去買，穿一條，頂條沙沙個料別一千，沙沙個茶去買，唔看下咧，依家穿下沙沙錢，唔好講水土水嘅程度好，我哋跌落乜嘅，一跌嚟財產出啲人面先，就背縫槍槍，背咩槍槍，政府糊塗，百隻馬背糊塗啦。我7、80歲了，我們80歲了，抗爭到底啊！這種面積這麼大的話，這種挖出來的這種土石量，事實上是很多的哈。那麼這土石量的你的去處是哪裡？這是一個大問題。
然后你这个去处，那你可能会要卖掉，你卖掉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图利一些特定团体？这个事实上是当地居民还有民间团体也都在担心的问题。我们的相关的砂石基本上我们工程是以挖填平衡来做的，因为我们新建相关的工程也需要用砂石。那如果有多出来的话，我们都会依照国有财产法来进行相关的标售，那绝对是让说这个利益是归于全民。开吊水潭人工湖喺味道房种花天气天层建立下去，出太多天下水。就像开富山水库喺味道房园林天气天层建立下去，是讲一条水抢本民生来用下。台湾水资源管理捐可按样策动上不时别下。